大家好，我係紫微斗數師余言。今日教大家咧喺紫微斗數裏邊咧睇下你呢一世咧爭咗乜嘢人或者係咩事嘅債噃。嗱，首先第一步，你要開你嘅紫微斗數命盤，然後咧就揾出忌呢個字。第二步，睇下個忌字咧係喺邊一個宮位入邊。例如呢幅圖入邊啦，交友宮入邊有個忌字嘅，就代表咧你呢一世咧就爭咗朋友或者係上司嘅債噃。你會咧好中意管佢哋嘅事嘅，好重視佢哋啦。但至於係好係壞呢，就要睇下忌係喺邊一粒主星之下啦。例如圖入邊就係巨門呢粒星下邊有個忌字，巨門呢喺紫微斗數裏邊呢係代表一啲口舌之爭嘅，咁即係代表呢，你同朋友之間呢係好容易會有口舌之爭啦。咁又例如呢一幅圖入邊呢，佢係兄弟宮有個忌字噶。紫微斗數裏邊呢，兄弟宮係代表咗媽媽，亦都代表咗屋企人。所以呢，屋企人同埋媽媽嘅事呢，你呢一世呢就唔可以唔理啦。至於其他宮位呢，就繼續根據呢一個嘅原則去到推論。大家發現呢，你呢世欠咗邊啲人或者係邊啲事嘅債呢？不妨喺留言區裏邊留言同預言分享下。下次再傾，拜拜。